噔噔噔噔噔噔噔。我以为当个花魁会有奖金什么的，谁知道就给了一朵大红花。你们主办方也真够抠的。青柔，你为何如此喜爱钱财啊？因为钱最靠谱啊！哎，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我现在啊，拿去给德姑看。不用了，他走了。走了？他去哪裡了？你为何如此緊張？沒有，我只是覺得朋友一場，那走了我應該給他送行什麼的呀。送行？你不會挽留他嗎？他走自然有他的道理啊，我為什麼要挽留啊？哎，對了，你覺得我今天舞跳的怎麼樣？說起這萬花會，我也覺得奇怪，你為何突然間轉個不停呢？我記得你平常是不愛跳舞的呀。我也不知道為什麼，但是杜印的謝妍辰肯定在裡邊搞了什麼幺蛾子，所以我就跟着杜嫣然就對了。他有牡丹，我也有；他有金蛇，我有小龍，肯定是玩什麼上天旨意那一套，說什麼他杜嫣然的老公肯定是未來真龍什麼的，所以啊，現在被我一折騰，肯定壞了他們的好事兒。誰讓我的未來夫君也是真龍呢？真是大言不慚。你可別得了便宜又賣乖，我這還沒過門呢，就為你到處着想，你可別到時候掉鏈子啊！別忘了，我的未來夫君可是上天旨意的真龍呢。竟有如此之事，照此說來，這兩個女人都有興國之兆，都有母儀天下的命格了。天無二日，國無二主，這豈不是荒唐？皇上，這萬花會以後啊，老奴多了個心眼兒，派人到京城的金鋪去查了一下，發現這數月前，相國大人就已經命人打造金龍髮簪。您說，這會不會是？占卜之事，只有你知，我知，連皇後我都沒有告知。哎呦，皇上，老奴沒泄露出去呀。諒你也沒有這個膽量，也沒有這個必要。起來吧。謝皇上。我對你這點信任還是有的，就當是巧合吧。堂堂相國，卻把事情辦成這樣。我不敢直說二王子是真龍天子，只好讓懸空的老和尚去說，即將嫁給他的女子是母儀天下命格，誰想到又被尹晴柔那丫頭給破了。今日不查，謝妍其必有防備，以後再用此類招數，恐怕更難奏效。不如在他身邊安排個細作。公主所言甚是，我這就去安排。哼，我養你何用？到手的花魁都能飛了，不爭氣的東西！從今天起，你在家裡給我閉門思過，哪兒也別想去。爹，我錯了，你饒了我吧。讓我饒了你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你快些嫁給謝妍辰，我就放你出去。那你還是管我吧。嘿，朽木不可雕也，你給我好好反省吧你。哎，我說哥呀，你能不能別再晃來晃去的了，跟個蒼蠅似的。我頭都大了。嫣然沒能拿到花魁，回去之後他爹肯定又不會放過他，你叫我怎麼能坐得住啊？喲，這嫣然叫的還真夠親切的呀。啊？
行，我得去看看他。哎，你别走，你这是要干嘛呀？要万一他真的被罚了呢？那我就救他出来呗。那你打算怎么救？我说你不会就这么单枪匹马勇闯相国府吧？拜托你用脑袋想想，那相国府是菜市场吗？你说进就进，说出就出吗？哎，不然怎么办啊？青幽说的有道理，你只身闯相国府，就算救得嫣然，也会因此祸及家人。越是慌乱之际，越要审时度势，慎重行事啊。这恋爱中的人智商果然是负数。不过多亏你有我这个好妹妹。难道你有办法？那当然了，还不快来谢我？青幽，你若已有了计谋，就别卖关子了，速速告诉他便是。切，你们男人果然都是一条心。来，听我说啊，我们可以这样。哎，你到底会不会啊？哎，别瞎指挥。哎，我说青柔，你这么帮助杜嫣然是几个意思啊？哎，我这哪是帮他呀，我是帮我哥，好不好？你看他那茶不思饭不想那劲儿，跟丢了魂似的。你说堂堂一个7尺男儿，竟然变得这般模样，哎，我实在是瞧不下去了。你呀，就爱心泛滥吧，等他杜嫣然从里面出来，再找你麻烦，你可别哭啊。就你话多。哎，阿广，旁边没有人吧？这个东西不会伤人吧？放心吧，比枕头砸人轻多了。麻利麻利哄。哎，青柔，你说你这个东西如果抛错了地方，被别人看到了可怎么办呢？放心吧，外人看不懂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没有署名，只有我哥的暗号。什么暗号啊？你就别八卦了，这是人家的小秘密，好吗？我们还是快走吧，别一会儿让别人发现了。走。小姐，外面院子里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你看看。来，给我看看。你下去吧。是。这是什么呀？